大家好，我是梦欣老师。平常时咧，我哋会投入动物和鼓手运动嘅非常重要嘅事情。今日咧，梦欣老师会带大家来跳尊巴有氧，系热情嘅运动。一开始，我哋会先来做暖身运动。第一个运动系脚打开，脊椎伸展，手往上。我哋底下停留5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記得咯，我哋會四步咧，會夾起來，肚子會用力，停留5秒鐘，聽預備，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。第一個暖身運動係側腰伸展。我哋要留人嘅腰束伸起來，存到呢片，聽到呀？5、4、3、2、1，本片同樣係5秒鐘。5、4、3、2、1，接下來咧，我哋要用肩膀來挖鉗咧。1、3、4、5，本片1、2、3、4、5，接下來我哋要腳踝嘅暖身，挖鉗呢，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。換另一隻腳。1、2、3、4、5，非常好，大家就跳得動好哦。一下接下來，我哋就愛配點音樂來強下動態暖身。保持呼吸哦。第一個動作，膝蓋抬起來。假鬆樹。保持呼吸。踏壁。數把鉗呢，還有膝擺，保持呼吸，假鬆樹。從頭，抬膝，假鬆樹，大家就表現得當好哦。接下來咧，我哋就會進入尊巴有氧嘅運動。接下來，我哋就要繼續來尊巴有氧哦。我哋就先複習一下上一排嘅動作，還記得冇？我哋就會四步來撈鉗呢。複習一排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一個動作係拉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再度哦，1、2、3、4、
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我记得咯，我也得会思维会往前呢，加上我会往后走，数没会强用往前的哦。张复习100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加快速度，轻后100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就表现的同好。接下来，我们就新的课程是并跳弹开，我们就要来学新的动作哦。一开始，我们就会脚打开，是不是往后面？也记得咯，你的大腿要用力咯，并起来，稳片上，1、2、3、4，张100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改一遍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哦，张100哦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接下来第38拍的时候咧，3、2、3、4，人家就要停在一片，给我有一些的人哦。接下来人家就要跳跳跳，张一边。看清楚哦，3、2、3、4，跳跳跳，跳3遍就好。再100，3、2、3、4，跳跳跳，非常好。稳片上没强用，4、2、3、4，稳片上跳跳跳。记得咯，你要得会是不爱向后面，唔过做唔得，是不没有用力。再100，看清楚哦，1、2、3、4，跳跳跳，稳片上，2、2、3、4，跳跳跳。记得咯，接下来人家得会数，而不用到胸前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，跳跳跳，起来，稳片上，2、2、3、4，跳跳跳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要结合前面的动作，前面的动作是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前后一排要起起来，安尼做对冇？张100哦，预备，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非常好。接下来，人家就并开弹跳的时候，手要徛起来，往旁边徛起来，看清楚哦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2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接下来3、2、3、4的时候，往旁边跳跳跳，稳片4、2、3、4，跳跳跳，大家就表现得同好哦。人家就数拍加快来练习100，全部的动作连在一起。
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哦！在边哦，记得咯，人家要这跳的时候咧，肚子要吸气，不过人家要思维要有一些的往后面翘起来。准备咯，预备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人家要在做压จาก动作的时候，记得大腿要用力，小腿和脚踝没有用力。记得咯，肚子要竖起来。改边，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要配音乐来练习一下。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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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非常好哦，再一遍哦。准备咯，肚子要用力的哦。5、6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非常好，大家表现得当好，再拜哦。准备哦，5、6，开始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3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4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大家都做到当好哦。記唔記得學嘅動作，大家有學會嘛？用一隻動作跳開變起來。跳開，合起來，跳開停住，彈3下，彎撇，跳開停住，彈3下，這樣旋轉來，大家就做到當好哦。今日我哋嘅課程就到這結束，希望大家按住先。